中共20大即将召开，而反对该党党魁习近平企图打破党内惯例常规继续连任，挑战其执政能力和领导地位的呼声不断。在决定高层权力分配和人事布局的中共19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出现了据称是党内改革派发起的广大民众参与的公民反核酸、反封锁、反倒退的三反运动，以及一封海外民运人士呼吁中共党代表全体代表罢免、审判习近平的公开信。三反运动的发起人和致中国20大党代表的公开信，敦促中共官员认清形势，在重大历史时刻，共同为阻止习近平倒退回毛时代，实现自己的皇帝梦尽一份力。中共的七中全会即将召开，这次全会将敲定中共下一届的领导班子。但是今年这个七中全会可以说是1981年以来中共最奇特、最特殊的一次全会。一方面，习近平要突破中共既有的规则，实现第3次连任总书记，并推出一大堆自己的人马为他的权力保驾护航。另一方面，过去5年也可以说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最糟糕的5年，不但经济陷入了危机，而且外交方面也是四面楚歌。党内各派实力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害，内部斗争相当激烈。在这次七中全会之前，各种政治谣言一直满天飞，中共各派都在此期间积蓄力量，试图在20大召开前利用各种所谓内部消息的放风来影响政局的走向。20大前，中共多名高管被处置。9月底，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和公安部前副部长孙立军都被判处死缓，判决明确2人必须终身监禁，不得再改为无期徒刑后减刑或假释。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正在通过反腐清理对手和提拔自己的亲信。爱尔兰和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政府已经对中共在境内设置海外110警察服务站展开调查。有报告说，中共在全球设置的50多个海外110警察服务站，因涉嫌跨境警务活动，引起多国政府的关注。爱尔兰时报10月8日报道，爱尔兰政府就中共在其首都都柏林设立的海外110警察服务站向中共大使馆寻求答案。报道说，爱尔兰政府正在审查此举是否遵守国内和国际法律。西班牙邮报也证实了部分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的报告内容。报告提到的至少2个西班牙境内的中共110警察服务站，确实在与中共警方合作。这些110警察服务站在塞尔维亚和西班牙均涉及非法治安行动。报告称，西班牙内政部已经对此启动调查。据了解，在中共当局严厉的中共病毒清零政策封锁中，至少有5名西藏人自杀结束了生命。如果藏人分享有关情况的信息，中国政府则威胁要惩罚他们。与此同时，流亡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西藏严酷的中共病毒疫情封锁中，呼吁藏人要充满勇气，表示真相终将胜利。藏人行政中央近日发表声明指出，唯有达赖喇嘛本人才拥有转世决定权。此外，藏人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上指证中共为了严控维吾尔人和藏人所实施的不人道防疫政策，指控了中共在所谓新疆及西藏的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共机关党报和政府喉舌《人民日报》10月11日在第2版刊登了强调动态清零可持续而且必须坚持的文章，这也是该报连续第2天发文为动态清零政策招募，让很多人原本以为在北京举行的20大结束之后，中国的防疫政策可能适度放松的幻想彻底破灭。10月11日，英国高级官员警告，中共正在利用新科技发展并实施监控百姓的技术，而这种做法危及全球安全。英国最高情报及安全机构英国政府通信总部主任指出，中共领导层控制民众是出于对自己的公民、言论自由、自由贸易和开放的技术标准和联盟的恐惧，以及对整个开放、民主秩序和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恐惧。这种恐惧加上中共获得的实力，正在促使他采取可能对所有人构成巨大威胁的行动。
同时，中共的领导人正在寻求利用数字货币和北斗卫星导航网络等技术来加强对国内公民的控制，同时阻断与其他国家与太空的联系，允许监测民众的所有支付和交易活动，以及可能逃避来自西方的俄罗斯自入侵乌克兰以来所面临的类似制裁。巴黎高级时装周10月2日落下帷幕。今年时装周期间，年轻的瑞典籍华裔设计师路易斯辛吸引了舆论的高度瞩目。这位年轻的女设计师不仅关注环境气候议题，选择回收的材料设计时装，而且还公开呼吁关注维吾尔人的人权。这对一位来自中国的华人来说，需要足够的勇气。为此，他受到了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关注。巴黎瑞典学院10月2日组织了时装与环境人权的演讲会，会议的主持人是瑞典高级时装设计师路易斯辛。登台演讲的包括牵头组织抵制所谓新疆制造企业的法国欧洲议会议员、标签上的道德组织的发言人和欧洲维吾尔协会主席蒂利诺尔。当法广记者问路易斯辛为维吾尔人发声已经有1年多时间，是否有具体的效果时，路易斯辛回答说效果非常大，自己过去一点也不了解维吾尔人的处境和所受的迫害，后来根据媒体上的报道和在与身边的维吾尔人接触后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进行了很多次关于维吾尔人的演讲。许多年轻人都告诉自己，开始意识到在购买衣服时都会注意服装的产地，关注商品与道德、环境之间的关联。中共20大召开在即，北京采取了空前的维稳措施，但闹市仍然出现了罕见的示威横幅标语，而且矛头指向了中共最高领导人。根据网民上传的社交媒体照片，13日，也就是今天上午，在北京北三环四通桥上，有人挂上了一副巨大横幅，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隶做公民”。而右边横幅则写着“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图片上还显示桥面上冒着黑烟，之后有公安车到场处理，桥下皆有北京市民围观。目前无法证实何人挂上的横幅，以及为何桥上冒出了黑烟。美国商务部本周实施对华芯片业的新出口限制，扩大了打击面指半导体人才领域。需要美国人若在特定几家中国半导体企业任职，需要事先申请许可。这已经让支撑中国半导体企业半壁江山的美籍员工出现离职潮。业内人士说，美国这一大招对中国经济的打击可能超乎想象。美国商务部对中国的制裁进一步扩大，这次除了禁止出售给中国半导体业管制的先进制程设备、高速运算领域芯片，还要求美国籍人士非经许可不能到特定几家的中资半导体公司任职。美国财富杂志的报道形容，这形同要求美国人在工作与公民身份中2选1，尤其对华裔美籍的在华工程师影响最严重。